我想吃炒饭、高丽菜。点点小蜜，你们两个吃饱吗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问你们两个吃饱吗？就是吃饱了没？还没，我们肚子好饿哦。那彤彤姐姐，你吃饱吗？爱吃东饱哦，我吃好饱哦。那你们两个赶快去买东西吃啊，不要饿到喽。那彤彤姐姐，我们要去买东西吃喽。彤彤姐姐，拜拜。张来了。彤彤姐姐，你要吃什么东西吗？哦，没有啦，不是，我说张来了是跟你们说再见再来玩的意思。彤彤姐姐，张来了，张来了，路上小心哦。吃饱吗？吃饱了没？吃饱吗？吃饱了没？彤彤姐姐，吃饱吗？爱吃东饱哦，我吃好饱哦。那你吃饱吗？我刚刚吃了一个大披萨，好饱哦。一个人吃一个。张来了，再见。张来了，再见。彤彤姐姐，我今天玩得好开心哦，那我要回家喽。张来了，回去小心哦。张来了。可是我明天还是会来找彤彤姐姐你玩哦。没问题，但是要先把功课做完哦。明天见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吃饱吗？张来了。小朋友现在知道哈克乌拉拉每天说的张来了是什么意思了吧？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张来了，拜拜。